什么困难？第12个安怎呢？在地的养地子孙有这个天道，啊，搁有就是收班，啊，对收班搁有轻手价值的，较有法度来挑管哦。所以讲，这也就是咱这讲事论过来讲的三则。那接下来，咱就讲着疫情风中也是无万情，可爱之勇敢着大发存，呼唤有人快快生。那武汉呢？咱最近伫个网络吼，都有播了一个故事啊。伊故事内容是讲有一对迄个回乡的大和尚，伊是师傅，啊小和尚对迄大也迄个师傅咧休息。那这个迄是一个真正寒的天气，啊，这个小和尚啊，伊就出去托钵啊，结果啊，遐附近的人对伊来讲。也袂去可怜伊，啊嘛无互伊物件，反正对就是嗤之以鼻，迄种感觉，互这小和尚感觉非常的颓废，伊嘛感觉足负面的。啊，伊迄边人做了啊，伊就甲伊师傅吼，坐伫个上房了，就爱甲伊师傅抱怨啦。伊讲，伊感觉世间的人吼，都唔知影通去修行啦。啊，咱去遐托钵嘛是咧建立福德，但是一般的退休的人吼，咱要注意。这个波波这种情形袂互伊真好的回应，所以讲呢，小徒弟啊，就感觉非常的可怜啦。啊，这时阵呢，这师傅就甲这个小徒弟啊讲吼，已经暗啊，啊外口的风遮遮尔啊冷，个天气遮尔啊寒，啊无咱吵到来困的。结果这个小徒弟就讲好啦，啊无咱来困。啊，当然即马倒伫个凌晨眠接回家的时阵，一段时间了。即马这师傅吼，就甲这个小徒弟讲，啊你教这段时间了，你有感觉皮肤翻烧无？这个小徒弟就讲有啊，开始翻烧起来，哦，感觉足温暖，咱先触着日头遐温暖。所以这时阵当下咧，这个师傅是咧笑，是讲嘿笑。伊讲安尼，师傅甲你问，是即个面烧皮肤困烧，啊是咱来教较烧？啊这小和尚就甲伊讲啊。面烧皮算是眠床这本来就袂烧嘛，迄是因为咱人做眠床啊，甲皮甲有身躯，咱有体温嘛，咱的体温产生出来了，啊，即个面烧皮甲这个温度抗不了的，所以咱人较会感觉烧。啊，当下咧，这个大和尚就爱来开始讲众生咧，就咱面真正面烧皮共款咯，你要互伊。感觉对个温暖，你必须要家己先温暖来对待其他的兄弟姊妹。那当然，咱进入修行当中也是共款咯。这所谓是真放松啦，不管是咱的课程、咱的课程、咱的一切，所处的环境啊，其实以咱这种老师来讲，伊出家无完全所靠的是啥？一点的自律，一点的辛苦吼。啊，伊做就是咧伫个课程当中啊，来救助咱家所有 UN，来遮来96点佛子吼。啊，遮就讲着无着家己好恭敬吼，前方北地会心情，盲度了解主的心情。那当然咧，咱的地公老师啊吼，有一条歌词内底讲最了解。上了解咱这边的用语的是白羊神，就是咱的这公老师。啊，咱这公老师咧，伊即时三着这三者的用语咧，伊嘛安尼讲咧，伊讲是开天地教地啊，个咱办过三个辅导咧。所以讲是即个的三者代志咧，咱如果来时阵安尼是个安尼时阵就安尼甲咱问啦吼，三者代志，三好大事。谁会办？吼，因为这拄仔咱有讲过，就准讲这点1、3到7，开天辟地以来唔捌办过，啊，这个咧。